主后2024年6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家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9、16节。即句话通相信，老人爱做监督，伊是很无美好的工作，所以监督着无通嫌，只有一个某，安分守己，自制、端正，熬款待出外人，熬教士，无酒醉，无凶暴，反倒爱温和，无相争，无贪财，熬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囝儿有顺服，事事端庄。因为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哪会晓管顾上帝的教会？初信者毋通互伊担任监督，则免自高自大，陷落甲魔鬼所受共款的审判。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，则免受诽谤，陷落魔鬼的罗网。即事相款嘛着端庄，无双面话，无好酒，无贪财利，着用清气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。即款人嘛着先互因接受考验，若无通嫌，则互因担任执事。如执事嘛是着端庄，无中伤别人，安分守己，事事忠实。执事应该只有一个某，熬管理囝儿甲家己的家庭。执事的工作若做会好，本身会得到好名声，嘛通真好胆讲论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。我毋茫真紧就会去你遐，毋过行了较慢到，我先写即张批，互你知，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。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偌尔大，即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。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，对天使出现，伫万邦中受宣扬，世间人相信，受接纳入荣耀。上帝的家，上帝教会是真理的条则和基础。教会应该成做人的信仰枝条和瓦壳，搁担任护卫真理的角色。上帝教会就是上帝的家，家是一个彼此相疼、滋养生命的所在。所以伫上帝的家，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真紧密的。伫教会中，毋单单是用疼和性命彼此支持甲养饲，上时阵也用真理来教导信徒爱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见证永生上帝的大能。伫教会中，咱也共同宣认基督耶稣用人的形体降生的奥秘，已经对圣神证明做义，互天使看见，互万邦传扬，互世间人信仰，搁伫国外以后受接上天。伫上帝的家教会中，教会领袖好比家长，也是监护人，担负教养、教导和供应信徒灵粮的责任。教会领袖是受圣神感动、受呼召甲上帝同工的人，应该妥善管理上帝的家，成就上帝的美好旨意，毋是追求家己的虚荣甲私欲。因为安尼，
保罗针对教会的领袖执事顶这份，拢依照当时的处境提出严格规定。这个规定无毋是伫教会内外拢有好名声，互教会领导者会当坦然讲论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，免得受人诽谤，阻碍宣教工作。所以，身为教会的领导者，你当诚做羊群的模样，毋是诚做羊群属灵道路的绊脚石。现今社会流传某一寡教会领袖的丑闻，因落入财务甲性方面的试探。纵观一寡超大型教会所发生的问题，通发现遐个教会的领导阶层也需要有好的监督机制来监督管理，避免教会领导者的权力伤大，就落入罪的有隙之中。以外，教会也需要建立一个妥善的防备制度和申诉管道，避免犯罪行为受隐藏无法度受揭露，得到上帝荣耀，受无敬畏上帝的领导阶层的不当作为惹迫。若是安尼，原本理应诚做信仰支条和依靠的教会，不但变成毁坏人信仰根基的场所，搁落入互人敬而远之的境况。这个负面信息带予咱的反省甲警示是甚物呢？教会作为上帝的家，应当活出怎样的信仰样式，用甚物款的特色来吸引世间人自足。这个拢诚侪教会必须不断自省的课题。教会毋是用光鲜亮丽、偶像旋风的方式拾光全球各地，反倒是用上帝真理话语定根伫每一个基督徒的性命，温暖有疼，活出共同的信仰价值。袂少超大型教会的扩建公权，因为领导者犯错，失去光彩，拄显明宣扬福音真理的吊命，本无专属伫教会领袖，也是大型教会。反倒转，每一个基督徒拢担负着宣扬佮见证真理的责任。若是信徒本身，就是真理的条则和基础。默想，伫上帝的家，我活得自在无？伫教会中，我有属灵同伴，通互相扶持、分享，佮较无伫真理的话语教导顶面定根无？伫上帝的家，我活得自在无？伫教会中，我有属灵同伴，通互相扶持、分享，佮较无伫真理的话语教导顶面定根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求主是阮人民教会的牧者长执，互信徒因为因的牧养得力，会当共同宣扬真理，见证主的疼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